你好啊，Samantha，咁都想問翻你點解當初咧會嚟我哋嘅驗證中心揾 Dr. Alan 嘅？因為我覺得自己身體唔係幾好，有啲水腫啊，咁去 toilet 又唔係幾好，腸胃好似比較有少少差嘅感覺。咁咧經過 Dr. Alan 嘅幫助啦，咁你覺得效果點？或者你可唔可以講下，即係最主要你幫到你啲乜嘢嘅？水腫嗰度有好大嘅改善嘅，我覺得最好嘅同埋最開心嘅地方就係我腸胃好咗好多，即係多翻多啲 toilet 可以去到啊，即係唔會有種好似成日便秘嘅感覺，谷住個肚嘅感覺，跟住精神啲咯，好似感覺上唔知係咪因為身體機能上面好咗，運動表現又好咗。咁如果咧10分滿分啦，咁你覺得我哋經過 Dr. Alan 治療之後啦，咁你會俾呢個療程幾多分啊8至9分左右啦，有2分扣咗喺自己嘅飲食管理上邊。嗯，不過好多謝 Dr. Alan 去幫我改善翻我自己嘅身體。